市府为确保民众伫咧春节期间用药甲就医的便利，特别协商基层开业医师以及台南市诊所协会、药师工会、药剂师工会，伫29暝到大年初二的期间开业，提供慢性病患者，也即是一般感冒的患者，拢会当就近看诊提药。春节期间连假蛮长的，那民众为了确保民众的用药跟就医的便利，我们特别联络了诊所协会基层开业医师以及药师工会、药剂生工会的药局，他们也都能够开在除夕、大年初一跟初二3天这个恢复开业能够让民众就医还有拿药的便利能够得到确保，因为避免说有些慢性病或是临时突发性的疾病，那又不想到那个急诊室去挤，那的话，那你可以到就近在家里附近的诊所或者是就医，或者是到药局拿药，这样的话让民众更方便。由于近期寒流来袭，黄伟田嘛强调，市府嘛持续加强给予的关怀工作。对于街友的部分会强化特别的关怀，要提供一些暖包，还有一些热食。那我们中间的一个庇护处所场所，也希望街友可以去入住，因为在这段，因为很多街友不喜欢去庇护场所，但是因为在这段是非比寻常、非常时期，还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善用市府的庇护场所。卫生局表示，考量到春节期间呼吸道传染病就诊的人数增加，互病医无闲袂过来，市府超前部署，加码宣布，基层诊所开设春节门诊奖励计划，鼓励基层诊所以及 COVID-19 抗病毒药剂药局，伫农历春节期间踊跃开诊，互市民大众平安快乐过好年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